新北市新庄一个社区大楼昨有住户厝内的天棚向洒漏水，而且佫真大港，客厅四界拢积水，真正是有够惨。一个问社会管委会讲爱找人鉴定，敢若是因为消防这个喷水系统出问题。新北消防局回应讲啦，这间社区因为消防安检的设备无合格，已经被罚20摆，将近60万，呼吁社会管委会赶紧解决，也若无依法公布危险社区。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？水声哗啦啦，吊灯全部落伫涂骹，厝内敢若咧落大雨，这声装潢全部拢歹去，厝主阁烦恼伊的鱼啊！我那个水呢，时候可以开啊，我赶快鱼也死掉啊！摕拖布直直去水，厝内积水用水桶接嘛无效，阁流甲流骹去，敢若是消防管线出问题。大家看一看完之后，就叫我自己找人家来鉴定，然后就走了。原来社区管委会最近征收消防管线，住户怀疑是测试出问题。过一天，厝内客厅看起来若工地，吴小姐家己找人来做，甲涂骹拢拆掉，厝内天棚更紧拢走出来。目前来讲，我没有办法去估算，因为再来是说，我不晓得它到底会不会再漏水。原来这间社区2018年11月第一摆消防安检，到2019年1月发现消防设备无效防法。 2年过去，喷水系统也是无改善，互消防局罚20摆60万块。一直到这摆做消防管线，敢若是压力开关过重，才会造成饮水的意外。就没有压力，没有水，没有压力就不会有漏水的状况。然后我们也不清楚说最近他们是不是有请厂商来做检查、检修，有做开启的动作，也因此可能才有漏水的状况。 即马就要过年，厝内全部拢要废了了。厝主讲要等管委会鉴定，即马敢若会使先去住别位。消防局嘛呼吁管委会找消防公司赶紧处理。安检若是阁无合格，恐惊就会公布做危险的社区。